王菲的黑色羊絨大衣下擺掃過靈堂門檻時，嚴格圓着的白翎無縫自動。她摘下墨鏡的那水晶吊燈的光斑恰好碎在眼簾，像殺了一把不合時宜的星辰。16歲的 Lucas 站在謝賢遺像右側，校服袖口旋沾着籃球場的灰，指節卻賺得發白，那像被媒體反覆描摹的謝家輪廓，此刻扮成一像即將斷裂的弓。靈堂裡檀香燒得太旺，混着白菊腐爛的甜膩，熏得人眼眶發酸。王菲經過7層台階，鞋跟扣擊大理石的聲響被地毯吞沒，只剩絲綢摩擦空氣的蟋蟀。她停在離棺椁3步遠的位置，這個距離恰好能讓淚痕在臉上乾透前不被察覺。謝霆鋒從側門閃進來時帶起一陣穿堂風，黑色西裝又肩明顯有昨夜雨漬。他伸手想扶王菲手肘，卻在觸及羊毛面料前被 Lucas 猛然拔高的聲線釘在原地。你求神拜佛找偏方，誰不知道你想在爺爺斷氣前給我巴生娃闖遺產。少年的嗓音正在變聲期，尾音劈出尖銳的叉，像玻璃刀挖過未乾透的油漆。公桌上的長明燈晃了3晃，謝賢生前最愛的羽搖茶盞裡，隔夜茶燙開細密的漣漪。王菲轉身時發梢掃過謝霆鋒僵直的指節，這個動作讓在場所有呼吸都滯了半拍。他脖頸右側那道淡粉色的疤痕，是20年前狗仔圍堵時被相機帶子勒出的，此刻正隨着吞咽動作微微起伏。靈堂後排突然傳來金屬撞擊聲，謝婷婷的香奈兒手袋滑落在地，口紅滾到經翻下，像截斷的朱砂痣。這位向來以優雅著稱的謝家女人，此刻正用指甲合進真皮沙發扶手，仿佛要摳出30年前那個抱着她看煙花的父親。棺椁裡的謝賢穿着定制唐裝，嘴角那道標誌性的笑紋被入殮絲畫得過於工整，反而失了生前那種漫不經心的剖氣。Lucas 往前邁了半步，運動鞋踩碎了幾片散落的百合花瓣。上個月在東京代官山，你助理去中樂鋪找的雜魔藥。他掏出手機挖開屏幕，照片裡穿灰色衛衣的背影正在找藥，纖細的手腕上纏着3寸不同的水晶。爺爺化療時你在普吉島說好的祈福法會，結果在酒店 SPA 做淋巴排毒。監控截圖的時間戳在畫面右下角閃落，2026年7月14日下午3點17分，正是謝賢第4次病危通知下榻的時刻。王菲忽然笑了，那種雲層裂開罅隙漏下天光的笑，讓靈堂兩側的白色輓聯都顯得黯淡。她解開大衣紐扣，露出裡面煙灰色鉗織衫，左胸口袋別着對半敷的茉莉。謝賢某次酒後念叨過，60年代邵氏片場的化妝間總飄着這種花香。這個細節讓謝霆鋒猛地抬頭，喉裂劇烈滾動。他想起父親昏迷前最後站着的那張重慶森林劇照，膠片上的王菲正隔着玻璃擦窗，而他自己那年剛滿15歲。偏方。王菲從鱷魚皮手袋取出個靛藍布袋，倒出7枚染成朱砂色的鵪鶉蛋，這是你爺爺化療期間唯一咽得下的東西。蛋殼上用金粉寫着日期，最早那枚是2025年立冬，彼時謝賢剛確診兒是癌晚期。他將蛋輕放在供果盤邊緣，動作像擺放2歲的星辰。北海道那位所謂的氣功大師，是你母親派去截胡的。Lucas 瞳孔驟縮，他清楚記得母親像柏芝上個月確實頻繁往返札幌。謝霆鋒終於扣住王菲手腕，力度大得他腕表連嵌進皮肉。這個動作喚醒了很多年前的某個雨夜，狗仔隊的閃光燈把車庫照成白晝。他也是這樣夜着他衝破人牆，那時他肚子裡正懷着竇靖童。你早知道？他的聲音像沙子打磨鏽鐵。王菲用空着的那隻手撫平他被風吹亂的領帶，指尖掠過鎖骨處紋身。那是謝賢80歲生日時，他請人在皮膚上刺的4哥小街。Lucas 突然衝向棺椁，被謝婷婷從背後攔腰抱住。少年掙扎時踢翻了火盆，指剪灰燼漫天飛舞，有幾片沾在王菲髮間，像突然降落的黑雪。爺爺最後清醒那天，錄音不在這。
他掏出支銀色錄音筆，按下播放鍵。謝賢沙啞的聲音混着兒戲的答聲：亞非亞 ，Lucas 那孩子像極了我年輕時候，莽撞。錄音突然中斷，只剩粗重喘息。靈堂側門被猛地推開，像柏茲的鄉外人套裝沾着夜路。他身後跟着兩位西裝革履的律師，公文包上印着某國際律所燙金徽標。王菲與他對視的瞬間，20年光陰在兩人之間坍縮成薄薄一層冰面。Lucas 趁謝婷婷從徑掙脫開來，徑直跑到母親身旁，而謝霆鋒旋保持着抓握王菲手腕的姿勢，像專忘了台詞的話劇演運。像柏茲從律師手中接過文件袋時，指甲上的水柱勾破了牛皮紙。那是謝賢3年前立的遺囑副本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重點在於3個月前那份補充協議。王菲卻在這時俯身拾起滾到腳邊的口供。謝婷婷的鄉外人116毫式，她旋開高體聞了聞，忽然想起97年除夕，謝賢在紅館後台賽給她借支口紅當壓歲錢，那時她剛和竇唯離婚，而謝婷婷旋在倫敦念中學。你爺爺最討厭別人替他做決定。王菲將口紅輕輕放回謝婷婷手心，指尖在那道掐痕上停頓了半秒。她轉身面對 Lucas，16歲少年比他高出半個頭，眼裏的火光卻映出他23歲時的倒影。那時他站在北京胡同口，懷裏取着給竇靖童辦的出生證明。謝賢的奔馳車就停在槐樹下，車窗搖下時飄出雪茄味。錄音筆突然再次響起，這次是謝賢斷斷續續的哼唱：我願意為你被放逐天際，走掉的我願意，夾雜着氧氣面罩的嘶鳴。Lucas 猛地捂住耳朵，那些他以為只有自己知道的深夜探望，每次他都蹲在病房消防通道裏，透過門縫看王菲給爺爺念心經。原來老人全都記得。王菲終於走向棺椁，他取下那枚半敷的茉莉放在謝賢交疊的手掌間，唐裝袖口下露出老人腕上那串他求來的5台山佛珠。Lucas 突然挾住他大衣下擺，少年手心的汗浸濕了羊毛面料。為折磨爺爺，最後說遺產全部捐給罕見病基金會。他的聲音終於有了符合年齡的顫抖。靈堂就然陷入寂靜，連香灰斷裂的輕響都清晰可聞。謝霆鋒重開手，腕表連在王菲皮膚上留下淡紅勒痕，像某種古老的契約印記。像柏茲的律師展開文件時，紙頁邊緣在燈光下透出水印，那是謝賢用顫抖筆跡加注的條款，為王菲女士有權解釋本人所有遺囑未盡事宜。王菲沒有回頭，她將牙閥別到耳後，露出那道陳年疤痕。因為你爺爺這輩子最後悔的事，就是當年用遺產要挾你爸離開我。他讀了讀指尖撫過佛珠上磨損的經文，他怕你重蹈覆轍。Lucas 慢慢重開手，少年的肩線在寬大校服裏垮下來，像被抽走骨架的紙緣。謝婷婷終於拾起口供，卻發現自己早已淚流滿面，粉底被沖出2道蜿蜒的河床。像柏茲示意律師收起文件，他腕間那串祖母綠在動作間輕響，那是謝賢送他的第一件首飾，此刻突然顯得沉重。王菲轉身面對眾人。羊絨大衣沾着的紙灰正片片墜落，他望向靈堂門外尖亮的天色，第一縷晨光照在謝賢遺像的嘴角，把入殮師畫出的笑紋照出了真正的溫度。四哥走前說，他最想看的不是曾孫，是渣家能好好吃獨年夜飯。他看向 Lucas， 又看向張柏芝，今年除夕我包餃子。謝霆鋒終於重開緊掹的肩。30年前那個在片場偷吃道具燒鵝的少年，此刻又從骨骼深處蘇醒過來。Lucas 吸了吸鼻子，校服袖口蹭過眼角，留下一道灰痕。我要吃3閃餡的。晨光漫過靈堂門檻時，公桌上的長明燈突然爆了個燈花。那7枚珠沙鵪鶉蛋靜靜立在果盤邊緣，蛋殼上的金粉在光裏流轉，像7枚微型太陽。謝婷婷另開口紅補妝，卻在鏡面裏看見父親年輕時的模樣。她正從邵氏片場的化妝間探頭，嘴裏叼着沒點燃的雪茄，
衝走廊盡頭那個紮馬尾的女孩喊：亞妃，夜宵吃雲吞麵啊！而此刻真正的王妃正推開靈堂側門，神鳳灌進來，捲起滿地紙灰盤旋上升，在金色光線裏像一場逆行的雪。所有人都看見她大衣口袋裏露出半截紅繩，係着枚溫潤的平安扣，正是謝賢戴了40年的那枚，據說能當3次劫難，而謝賢一生大喜大樂，正好應了3次。